来继续来看，这是警察严重来违规了。台北市中山分局一个男孙子招一个女警食饭，哪像讲下药啊？这个女警食饱，人精神昏迷，精神的时阵已经互孙子带到旅馆。这个孙子红调警备队记大过。另外这个是屏东恒春分局警察队的队长，去唱歌食饭，叫小姐来陪，无打紧，佮共蒙胸卡嘛，嘛是记过调职。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坐伫咧包厢内底，进入甲看，伊甲两只手伸入去小姐胸坎内底，敢若想要做不遂行为。两个人无挂嘴暗，那相片内底查甫人去网友逼讲，伊是屏东县恒春分局侦查队社会队长。今年2月才带小队掠到屏东这几年来上大件的毒品案，想不到伫咧短短3个月，却因为见笑台闹起了媒体。经过屏东县警察局调查，社会队长讲，相片是伫咧1年前翕的。当时和朋友来到恒春店一间 KTV 食饭，朋友佫叫妹妹来，不过社会队长无相片，明显违反警察风纪。将球员予以记过，并调整为非主管职务，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。本局局长对于远景违纪情事深感痛心。不过警察风波可唔那一件，台北市中山分局一个查甫警察，今年2月邀请业务往来查某警察来餐厅食饭，伊敢若伫咧凉内底下药啊，查某警察饭食煞，雄雄感觉人神神，头晕目暗，但醒起来时，就已经倒伫咧汽车旅馆内底，虽望两人无发生关系，不过查某警察尾仔甲分局提出申诉。该名寻索行为已违反性骚扰防治法。已报警台北市政府裁罚，并将严惩予以记大过1次处分，并报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调整服务地区。南北小说出包，冇警察风纪问题，搁一摆红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